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云林的虎尾顶溪社区，来推动着素食冰箱的计划，邀请到讲师来教社区的长辈安怎甲食袂完的食材，搁来变出着一出好食的料理。 这是大听老师咧讲解要安怎处理食材，嘛甲老师咧讨论。今仔日的课是要教因来煮好食的料理，青菜金龟汤。像南瓜啊，有没有马铃薯？在乡下地方都有很多人，有时候盛产的时候哈，人家就会送很多。 这是虎尾顶溪社区的课程，这摆是来教社区的时代珍惜食物的观念，就是将平常时煮袂了，还是寄出的食材，重新处理过了，变成无同款的料理。搁大家伫遮做伙，有物件好食，爱感谢这老师。所以咱就邀请老师来甲这长辈，来甲讲这个课程，安尼这物件讲安怎来扣食。顶溪社区这片今年通过大基金的计划，推动扣食冰箱的理念，要落实照顾弱势甲老大人的目的。希望透过收集爱心食材，经过社区之间的处理，会使改善弱势人因的三顿的问题。